你今日睇到呢條視頻咧，即係話你已經知道點樣轉運啦。你有冇享夫福嘅命咧？喺古時嚟講咧，享唔到夫福咧就為之苦命嘅女人。如果你嫁咗個耕田嘅咧，咁你就要落田耕種啦。如果你嫁咗個有錢人，咁你就有妹仔使。喺今時今日咧，你會唔會享到夫福咧？亦都唔一定係苦命嘅喎。咁苦命嘅女人有咩特徵咧？首先咧就係個面大鼻細，個比例上嚟講，一望埋佢個鼻係好細咧，咁就為之面大鼻細。鼻為夫宮，如果你個鼻細咧，就容易嫁俾一啲成就冇咁高嘅男人啦。咁跟住咧，第二咧就係你個耕門位，亦都叫太陽穴呢個位啦。咁啊呢個位置咧，如果凹陷多紋，唔係因為你年紀大而多紋。咁呢個位置凹陷加多紋咧，就不利感情嘅，感情關係比較差，感情唔穩定，婚姻多變。咁所以咧，就算你嫁個好有錢嘅人都好啦，你都未必會幸福，因為你嘅婚姻唔穩定，可能有機會會有第三者啊，或者離婚，婚姻唔美滿。第三咧就係你嘅腮骨比較發達而冇肉包住。咁呢一種女人咧就係比較奔波勞碌啦，凡事都要親力親為啦。比較強悍啲啦，捱得啦，咁所以咧呢一種人咧喺古時咧就特別容易嫁俾一啲耕田嘅農夫嘅。呢一種女人咧都比較難享夫福嘅。咁第四樣咧就係個鼻啦，係鼻梁拱起。西方嘅女人咧就係最多嘅。咁喺上學嚟講叫喜節。咁如果喜節嘅話咧就不利感情，因為呢一種女性咧就係特別中意話事啦。大女人主義啲啦，好有主見啦，所以特別咧容易咧配一啲能力比自己低嘅男人，因為能力比自己強嘅男人咧，往往兩個咧都會火星撞地球嘅，咁所以咧比較難使到男人錢啦，或者比較叫做難享到夫福，亦都係一啲要靠自己嘅命格嘅女人嚟嘅。咁所以咧喺古時認為苦命嘅女人咧，反而喺今時今日咧，可能係有啲成就嘅女人啦，而且係能夠靠到自己啦，唔需要靠人啦，能夠獨當一面嘅女人喎。